朝康熙48年，公元1709年，在藏族的历法上记载着第12绕回之土牛年。第一是嘉木祥大师，应青海、河南、蒙古贝勒察罕丹青邀请，返回了乡里建寺弘法。他亲自勘察地理风水，而选定了甘肃夏河县的大夏河之滨的扎西旗，建拉章寺院。第2年寺院完工，当地的蒙藏善男信女为了表达对嘉木祥大师的崇敬，把扎西旗冠上了拉章的圣名。久而久之，扎西旗被遗忘了，拉章却随着嘉木祥转世而流传了下来。嘉木祥，活佛也；拉章，拉卜楞寺也。哎，咱们走还别挡在这边，这样走动啊！不要站着啊，走，挡住了，走开，没有走开。挡住了吗？你好，老板。嘉木祥大师因为创始拉卜楞寺而成为全寺之主，而被尊为活佛，掌有拉卜楞寺和所属的各寺院，旗下各部落的政教大权。在过去，拉卜楞寺曾经是甘肃、青海和四川3个省的边界政经文教中心。嘉木祥也就是那个唯一的最高的掌权当局。然而，他却并非拉卜楞寺唯一的活佛。根据寺院的传统礼制，举凡对寺院有功或受封而位高权重，或因为学识而德高望重的寺院喇嘛，都有成为活佛的机会。保守估计，拉卜楞寺有活佛资格的喇嘛，少说也有700位，而且有增无减，越来越多。又根据礼俗，圆寂之后都能转世。这个